近日，全港市民嘅朋友圈都被事後佘詩曼最新嘅影片震撼洗版。喺影片中，佢再度化身為大家最熟悉嘅新聞女王 Man 姐，用霸氣嘅主播腔宣布將於6月18日親臨灣仔現場同市民近距離見面。呢一項消息隨即令到無數嘅粉絲同埋市民揚言要到場捕捉女王。但對嗰啲精明嘅觀眾而言，大家除咗關心影后嘅風采，最感興趣嘅莫過於係呢一位影壇招商女王過去喺短短30日內堪稱天文數字嘅驚人吸金力。如果我哋仔細幫阿佘精算一下，佢喺過去頭尾足足30日嘅公開動態裏邊，佢單月嘅吸金總額已經係將近700萬港元啦。平均每日一開眼就有超過20萬港元嘅進賬。大家喺畫面上可以睇到佢喺呢30日裏邊嘅收入清單。第一項，跨國銀行同保險代言續約，收入高達500萬港元。第二項，6月18號灣仔大型商場剪彩，酬勞就高達150萬港元。第三項，全港社交平台品牌廣告銷售額第一名，單月網上軟文廣告費進賬就達80幾萬港元。無論係頂級嘅金融機構，抑或大型零售巨頭，都紛紛重金邀請佢站台，足見佢嘅商業價值已經係達到演藝界嘅金字塔頂端。除咗頻頻出席各大頂級活動同埋澳門剪彩之外，今年啱啱滿51歲嘅佘詩曼喺現實生活中亦都係一位手持多個物業、個人身家已經穩超過2億港元嘅隱形女富豪嚟㗎啦。不過賺錢賺到手軟嘅佘，私底下嘅心態其實非常豁達㗎。近年因為經歷過家人生病，以及係契爺許紹雄等前輩離世，令到佢深深感受到生命嘅無常。佢喺之前接受訪問嘅時候，更加坦言自己多年嚟拍戲同埋拍廣告揾錢真係好辛苦噶。為咗唔好令自己畢生努力換翻嚟嘅積蓄付諸流水，佢透露自己竟然已經係早立好咗遺囑，計劃係將龐大嘅資產妥善分配俾媽媽同埋2個兄弟。呢份名利場背後嘅清醒同埋對家人嘅深情，令到無數成熟嘅觀眾喺羨慕佢吸金能力之餘更加對佢產生咗由衷嘅敬佩嘅。從熒幕上嘅新聞女王到現實中嘅億萬富豪，佘詩曼用咗20多年努力，證明咗獨立女性最耀眼嘅模樣。6月18號，呢位女王即將閃耀灣仔現場，唔知道當日喺香港嘅你會唔會去現場親眼見一見呢一位傳奇嘅時候呢？你對佢嘅身家破億，早已經立好遺囑嘅豁達人生觀，又有啲咩想法呢？歡迎喺下方留言，一齊討論。如果你都中意呢一種客觀大方，而且具備深度嘅角度跟進名人資訊，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聽娛樂，打開小鈴鐺，我哋下期再見。